区的日营国小伫咧学校建立一个摄影棚，互学生针对着学校的历史，逐工中昼用主报报新闻的方式来报送。除了会当来训练着学生的口才，嘛会当互全校的同学来了解学校的历史。充满历史风貌的台南市北区的立仁国小校长王全兴希望讲，互学生更加了解这间学校的历史甲故事，特别设一个学生用的主报棚，由6年的学生逐工中昼来讲故事。孩子会透过亲自的参访，或者到上网去查资料，或者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，和老师讨论之后，定期来报道我们小小主播的内容。校长利用学校的特色，和学生囡仔伫小小的主播放送的过程中练习口才甲台风。立仁国小拥有124年的悠久历史，结合日常生活周遭的点点滴滴，把它报道出来。希望透过这款方式，和学生囡仔会当有一个更加丰富的学习经验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